俗语，水俗语，俗语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：日头赤影影，虽人顾性命。这个意思是，拄到危险关头的时，会先顾全家己，无多去顾到别人的生死。这是真现实的代志。因为救生船是一种本能，一般人拄到性命有危险的时，拢会先保家己的性命，才搁讲。也毋过嘛是有人为了救人牺牲家己的性命。如一般人同平镇建平工厂的大火，因为火真炎，有人呢掉入火场，有7个消防人员赶紧冲入火场要救人，真不幸拄到爆炸，造成6个人殉职，同时还有2个义工嘛被火烧死。伟大辛苦的消防人员总是伫民众有性命危险的时，唔惊大火冲入火场去救人，伊无考虑到本身的安危，救人第一，无少牺牲家己的性命。伟大精神，互人敬佩。毋是像今日所讲的俗语，日头赤影影，虽人顾性命。